Привет, с вам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трасль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и в Китае вступает в период расцвета. Чем могут удивить сегодняшние роботы? Каким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ми обладает Китай в отрасли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и? Давайте узнаем вместе. 你好，跟我一起看看吧。刚才在门口迎接我的机器人叫 N1，身高1米，体重26公斤，是国产现款专入高动态领域的人形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有多出色？概括起来就3个字：快、就、稳。开始。竟然这么快啊！是的，是的。跑步起来真快，加上跑步都看不上它。它现在是咱们中国速度最快的人形机器人之一，它的速度可以达到3.2米每秒。最重要一点是它的续航能够达到3公里以上，还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在稳定性方面 ，N1 不仅能完成单腿跳、急刹车等动作，更可以在多种复杂地形上实现自动避障、流畅自如的行走。我很好奇，它这种出色的运动能力是怎么来的？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就像人一样，它不仅要有这个强健的四肢，还要有聪明的大脑。那么强健的四肢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它高爆发的关节，这个关节本身就是由我们国产自研完全自主研发的。那同时它非常紧凑，而且密度非常的高，支持它稳定的去行走，而且姿态非常的像人。四肢这个概念我还能理解，但是它的大脑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带您去看看它的大脑实验室，就像您看到的一样，这个机器人的头脑啊，相当于是我们机器人的运动策略。然后呢，我们这个运动策略部署在现在的仿真环境当中去，就可以让它以数倍的效率完成测试，从而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如何去行走和奔跑。那现在机器人能不能像在科幻电影里那种跟人对话或者思考呢？是的，没问题。就像刚才 N1 在进门的时候会和您打招呼一样，那么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沉浸式交互的专家啊。小爱，你看，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小胡，你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你好，小胡。我在这等着回答你的问题呢，别浪费时间了，有事就说。张总，小胡说话这么戳。是的，他是有不同的性格的。刚才的那个性格呢，比较的奇怪一些。后面我可以给你调一个更听话的小胡。那不仅他的性格多变，同时他可以精通多国语言。我可以试一下吗？没问题啊。小胡，скажи свои любимые блюда из России. Борщ, икра, блины. 这我发现他的表情跟真人一样啊，连口水都在这上。是的，没错，他不仅能够跟您交流和对话，他还能模仿你的表情啊！你要不要试一试？好啊。这台人形机器人小胡，目前它背后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非常领先的水平，尤其是它头部的自由度数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个。那么这个在国际上来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水平。那么从它的软件层面上来讲，它说话的语气，包括它很多国语言的识别，也都非常的自如和顺畅。这得益于我们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和大数据的这个技术，从硬件到软件，从第一颗螺丝到您看到一个完整的实体，都是我们团队从0到1自主搭建起来的。N1和小胡身上，我看到了人形机器人未来的无穷潜力。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他们的团队竟然成立刚满1年，平均年龄只有26岁。我不禁好奇，这样的年轻的团队如何能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上取得这么多创新的成果？其实，在中国做人形机器人，包括说，就是做科技相关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市场非常健全的一个地方。无论是我们说想要做工业的机器人，还是说去做服务类型的机器人，本质上来讲，中国它有非常多的资源和用户去来帮你打磨这个产品，然后有非常丰厚的市场能够去销售它。然后另外就是，在创业期间，我们其实也得到了非常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北京市里面，包括整个出台的京津冀一体的这个筑基工程啊、接榜挂帅相关的工作，其实给了我们公司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也指明了我们想要把这样先进的技术产业化如何应用在社会场景当中，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些政策的支持呢，是
能够促使像我们这样创新型的小企业或者说叫创业公司来讲，有力发展的一个保障。Благодар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м разработкам и поддержке со сторо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расль по развитию человекоподобных роботов в Китае совершила 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 в развитии. Будущее не за горами.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ждем появления роботов, которые изменят нашу жизнь к лучшему.